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个可能会让你震惊的话题。你知道吗？饭后立刻刷牙，就像每天用砂纸在磨你的牙齿发廊质一样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就是砂纸。这个我们从小被教导要做的事情，竟然可能正在一点一滴的伤害我们的牙齿。但是请不要担心，只要花5分钟调整你的习惯，你就可以逆转牙啃萎缩和敏感的趋势。请大家留下来听到最后，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，可能会面临永久的珐琅质流失、更快的牙啃萎缩，还有高出好几倍的牙科治疗费用。让我先告诉大家，在台湾，特别是60岁以上的朋友，有3个最常见的错误。第一，饭后立刻刷牙；第二，用力横向刷牙；第三，迷信美白牙膏里的研磨颗粒。我在诊所看过太多这样的案例了。很多朋友喜欢喝柠檬茶、吃腌制食物，或是喝那些水果口味的珍珠奶茶。这些食物和饮料都是酸性的，会暂时软化你的牙齿，珐琅质。如果你在这个时候立刻刷牙，就等于在用刷子刮伤已经变软的牙齿表面。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方法很简单，等待30到60分钟，使用巴氏刷牙法45度角刷牙，还有选择正确的工具，这3个步骤就可以保护你的牙齿，让你可以继续享受美食，保持健康的笑容。现在让我告诉大家，为什么我们需要改变这个习惯？请大家告诉我，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留言告诉我你们有任何问题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们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数字1；如果没有，请打数字0。问题不在于你刷得早或刷得用力，而是你有没有在正确的时间点刷牙。让我用科学的角度来解释给大家听。当我们吃了酸性食物之后，嘴巴里的酸碱值会下降，这个时候牙齿的珐琅质会暂时变软，这个过程叫做脱矿化。想象一下，珐琅质就像是一层保护你牙齿的盔甲，当酸性物质来袭的时候，这层盔甲会暂时变得脆弱。但是我们的身体很聪明，我们的口水就像是一种天然的水泥，里面含有钙质和磷酸，沿海有微碱性的成分，可以慢慢的把珐琅质修复回来。这个过程叫做再矿化，但是它需要时间，大约需要30到60分钟。如果你在这段时间内立刻刷牙，就等于是在珐琅质还很脆弱的时候用刷子去刮它，这样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。但是如果你等待珐琅质恢复坚硬之后再刷牙，就可以安全又彻底的清洁牙齿。所以我说的每天5分钟，就是指这个调整习惯的时间。你可以用水或无糖绿茶漱口，然后设定一个计时器，等待时间到了再刷牙。这个简单的改变就可以让你从担心变成掌控。在台湾，我们很幸运有很好的绿茶文化，饭后喝一杯无糖绿茶，不但可以帮助中和口腔的酸性，还可以提供一个等待的缓冲时间。这就是为什么时机比努力更重要的原因。现在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林阿美女士今年72岁，住在高雄。她来找我的时候，告诉我她每次刷牙都会流血，喝温水的时候牙齿会酸软，而且她发现自己的牙齿好像变长了。我帮她检查之后，发现她的牙啃严重萎缩，牙齿颈部出现了楔形的缺损。这不是因为蛀牙，而是因为长年错误的刷牙方式造成的。林女士跟我说，她一直以为刷牙要用力才能刷干净，所以她每次都用很大的力气，像锯木头一样横向刷牙。而且她很在意牙齿的颜色，所以特别选择那种有美白效果、含有研磨颗粒的牙膏，
以为这样可以让牙齿变白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些研磨颗粒就像砂纸一样，每天都在磨损他的珐琅质。再加上他习惯饭后立刻刷牙，特别是吃了酸性食物之后，这就让伤害加倍了。我告诉李女士，她的牙齿看起来变长，其实是因为牙啃萎缩了，牙根露出来了。这个问题如果不处理，会越来越严重，最后可能会导致牙齿松动甚至掉落。但是好消息是，这个问题是可以改善的。我教李女士改用巴氏刷牙法，用软毛小头的牙刷，以45度角轻轻地刷牙，每次刷2到3分钟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告诉她饭后要等30到60分钟再刷牙，特别是吃了酸性食物之后。李女士很认真地照着做，3个星期之后，她回来复诊，告诉我刷牙出血的情况明显减少了。6个星期之后，她说牙齿酸软的感觉也改善了很多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：刷牙的效果不在于力气大小，而在于时机和技巧。如果你以前也习惯用力刷牙，请在留言区打一个1，从今天开始改变吧。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保护牙齿的3大支柱，这是我从业40年总结出来的精华。第一，支柱是时机，饭后等待30到60分钟再刷牙，特别是吃了或喝了酸性的东西之后，这个等待时间可以让你的口水完成再矿化的工作，让珐琅质恢复坚硬。第二支柱是技巧，使用巴氏刷牙法，把牙刷以45度角对准牙啃线，做短促的震动，一次刷2颗牙齿，不要横向用力刷。很多朋友以为横向刷笔较容易刷干净，但其实这样会伤害牙齿和牙啃。第3支柱是工具，选择软毛小头的牙刷，配合低研磨或抗敏感的牙膏，每次用豌豆大小的量就够了，不要使用硬毛牙刷或含有粗糙研磨颗粒的牙膏。让我用一些比喻来帮助大家理解，你的牙齿珐琅质就像水晶一样，虽然坚硬但也脆弱。如果你用盐巴或小苏打来刷牙，就像是用砂纸在磨水晶，时间久了一定会受损。还有，你的血管就像道路一样，如果道路堵塞了，物资就无法运送。同样的，如果你的血管不健康，牙啃也会跟着出问题。所以保护牙齿不只是刷牙的问题，还关系到你的整体健康。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检查方法，用牙刷毛巾轻压在你的指甲上，然后用你平常刷牙的力道刷几下。如果指甲下的皮肤感到疼痛，那就代表你刷得太用力了。还有，请设定一个计时器，确保你每次刷牙都有2到3分钟。很多人以为自己刷了2分钟，其实可能只有30秒。这3个支柱看起来简单，但是如果你能确实做到，就可以大大改善你的口腔健康。现在让我一步一步教大家正确的饮食和刷牙流程。这个5步骤的行动计划是我认为最实用也最容易执行的方法。第1步，饭后立刻用清水或无糖绿茶漱口，大约15到30秒。这个动作可以帮助冲掉食物残渣，也可以中和口腔里的酸性。记住，一定要选无糖的绿茶，因为糖分会让问题更严重。第2步，等待30到60分钟，请设定一个计时器，提醒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刷牙。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，不要吃酸性的零食或糖果，因为这样会延长发囊质软化的时间。第3步，早晚各刷牙2到3分钟，使用巴氏刷牙法，把牙刷以45度角对准牙啃线，做短促的震动，一次刷2颗牙齿。记得要轻轻地扫过牙啃线，但不要用力压。把你的嘴巴分成4个区域，右上、左上、右下、左下，每个区域花30到40秒。第4步，每天晚上使用牙线或牙尖刷清洁牙缝，
很多朋友觉得牙线很难用，但其实只要习惯了，就会发现它很重要。牙缝里的食物残渣是牙刷刷不到的，如果不清理，就会造成蛀牙和牙周病。第5步，记得清洁舌头和假牙，用牙刷从舌根往舌尖方向轻刷3到5次，这样可以去除舌苔，改善口气。如果你有戴假牙，晚上睡觉前一定要拿下来，用专门的清洁剂浸泡清洗，不要带着假牙睡觉。在台湾有一些常见的错误，我必须提醒大家，很多朋友喜欢吃宵夜，吃完就马上刷牙睡觉，这是不对的。还有人用盐巴或小苏打刷牙，以为这样可以美白或消毒，但其实这些都是研磨忌讳，伤害珐琅质。还有，请不要使用硬毛牙刷或刷头太大的牙刷，硬毛会伤害牙啃，大刷头不容易深入口腔后面的位置，选择软毛小头的牙刷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最后，刷牙之后检查一下自己的口气，如果有清洁舌头，口气应该会清新很多。这些步骤听起来好像很多，但其实一旦养成习惯，就会变得很自然，而且你会发现你的牙齿越来越健康，敏感的问题也会慢慢改善。让我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个道理。想象你有一块木头，你把它浸泡在醋里面，醋是酸性的，会让木头表面变得软化。如果你在木头还湿软的时候，用刷子用力刷洗它，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？木头表面会被刷出很多深深的刮痕，而且伤害的速度会比平常快好几倍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在吃完酸性食物后立刻刷牙的原因。现在，让我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个比喻。当你吃了酸性食物，你的牙齿珐琅质表面的矿物质会暂时流失，形成很多微小的孔洞。这个时候，你的口水就像是水泥浆一样，会慢慢的把这些孔洞填补起来。这个过程就叫做再矿化。如果你等待口水完成这个工作，让珐琅质表面重新变硬，然后再刷牙，就不会造成伤害。但是如果你等不及，在珐琅质还很软的时候就刷牙，就会把那些微小的孔洞刷得更大更深。这对于60岁以上的朋友来说特别重要，因为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珐琅质会自然的变薄，大约比年轻人薄了20%，所以我们更需要好好保护它，更需要等待那30到60分钟。记住，珐琅质一旦受损就无法再生，它不像皮肤或骨头可以自己修复，所以我们必须更小心地对待它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，等待比着急更重要。给你的牙齿一点时间，让它自己完成修复的工作，然后再进行清洁。现在我要跟大家介绍第一个对牙齿健康很有帮助的食物，那就是绿茶。绿茶里面含有一种叫做儿茶素的成分，它可以抑制口腔里的细菌生长，减少牙菌斑的形成，还可以改善口臭的问题。但是记住，一定要选择无糖的绿茶，因为如果加了糖，反而会造成酸性环境和提供细菌养分。让我告诉大家怎么正确使用绿茶来保护牙齿。饭后可以用温热的绿茶漱口，大约15到30秒，然后吐掉，不要马上刷牙，要等待那30到60分钟。绿茶的温度要适中，不要太烫，也不要太冰。太烫会刺激口腔黏膜，太冰会让牙齿敏感，温温的刚刚好。每天可以喝1到2杯绿茶，但不要用它来完全取代白开水。虽然绿茶很健康，但是它含有咖啡因，喝太多可能会影响睡眠。而且茶叶里的单宁酸如果摄取过多，可能会影响铁质的吸收。在台湾，我们很容易在茶饮店买到绿茶，但是请注意，不要点那些加了珍珠、
布丁或果冻的饮料，也不要加糖或蜂蜜，最简单、最纯粹的无糖绿茶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如果你不喜欢绿茶的味道，也可以选择无糖的白开水，重点是饭后漱口，中和口腔的酸性，然后等待再刷牙。今天晚上请大家试试看这个3步骤：漱口、等待、刷牙，然后记录一下你的牙齿敏感状况有没有改善。这个简单的改变可能会让你的牙齿健康有很大的进步。接下来我要谈谈另一个对牙齿健康非常重要的营养组合，那就是钙质和维生素 D。钙质是组成牙齿和骨骼的主要成分，而维生素 D 可以帮助身体吸收钙质，这2个营养素必须一起摄取，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。对于60岁以上的朋友来说，这2个营养素特别容易缺乏。首先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肠道吸收钙质的能力会下降。其次，很多长辈因为担心晒太阳会伤害皮肤，所以很少晒太阳，导致身体无法制造足够的维生素 D。让我告诉大家一些富含钙质的食物。牛奶是最好的来源，但如果你对乳制品过敏或不喜欢，也可以选择豆腐、小鱼钱、黑芝麻或芥蓝菜，这些食物在台湾都很容易买到。至于维生素 D， 最好的来源就是阳光，建议大家每天早上10点到11点之间，在阳光下晒10到15分钟，不需要特别晒很久，但要让手臂和腿部露出来，让皮肤可以接触到阳光。在饮食方面，请尽量避免喝太多汽水或可乐，因为这些饮料含有磷酸，会影响钙质的吸收。如果你喜欢喝珍珠奶茶，建议选择少糖或无糖的版本，而且不要一次喝太多。每天的饮食中适度搭配这些含钙的食物，早餐可以喝1杯牛奶或豆浆，配上1小把黑芝麻；午餐或晚餐可以吃一些豆腐或小鱼钱。这样长期下来，就可以确保你摄取到足够的钙质。记住，保护牙齿不只是刷牙的问题，还包括从内部提供营养。钙质和维生素 D 就像是为你的牙齿打地基，让它们可以长期保持健康。现在让我总结一下我们必须避免的5个最常见的错误。第一个错误，饭后立刻刷牙，特别是吃了酸性食物之后，我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，这是最严重的错误，会直接伤害你的珐琅质。正确的做法是等待30到60分钟。第二个错误，用力横向刷牙，并且相信牙齿变长是正常的。其实牙齿变长是牙啃萎缩的警讯，而用力横向刷牙正是造成牙啃萎缩的主要原因。请改用巴氏刷牙法，以45度角轻轻刷牙。第三个错误，使用研磨性很强的牙膏或美白牙膏，或者用盐巴和小苏打刷牙，这些都会像砂纸一样磨损你的珐琅质。请选择低研磨性或抗敏感的牙膏。第四个错误，忽略药物造成的口前问题。很多长辈因为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，有些药物会减少口水分泌，让口腔变得前燥，口水减少会增加蛀牙和牙周病的风险。如果你有这个问题，请多喝水或者嚼无糖口香糖来刺激口水分泌。第5个错误，带着假牙睡觉，还有忽略清洁舌头。假牙在晚上应该拿下来清洗和浸泡，让牙啃可以休息。舌头上的舌苔会累积细菌，造成口臭和其他问题。所以每天刷牙的时候，也要记得清洁舌头。那么如何改正这些错误呢？首先，养成等待30到60分钟的习惯。其次，学习正确的巴氏刷牙法。第三，更换成低研磨性的牙膏。第四，如果有口前问题，多喝水或嚼无糖口香糖。第5，睡前拿下假牙并清洁，每天刷舌头。
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醒，请记得每6个月到牙科诊所做一次检查和洗牙。台湾的健保有给付，所以请好好利用这个福利。如果可以，选择一家对长辈友善的诊所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要接近尾声了。我想告诉大家，年龄只是一个数字，健康的牙齿可以让我们吃得好，说得清楚，笑得开心，一直到100岁。不要因为年纪大了就觉得牙齿问题是无法避免的，只要我们用对方法，每天花一点时间好好照顾，我们的牙齿可以陪伴我们很久很久。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做一个承诺，今天晚上请实行我们讲的3个步骤：饭后漱口，等待30到60分钟，然后用正确的方法刷牙，然后记录一下你的感觉，看看有什么改变。如果你身边有60岁以上的亲人或朋友，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，帮助他们了解正确的牙齿保健知识，让他们可以避免那些我们今天讲的错误。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请记得安排你的牙科检查和洗牙，每6个月一次。如果你正在服用任何药物，也请跟你的医生讨论一下是否会造成口前的问题，这样才能及早预防。在下一支影片里，我要跟大家谈谈药物引起的口前问题，如何辨识警讯，还有一个7天的检查清单，这是一个很多长辈都会遇到，但常常被忽略的问题。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记住，保护牙齿永远不会太迟。从今天开始，让我们一起为健康的笑容努力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祝大家健康快乐。